是很抽象，对不对？佛堂这两个字，但来佛堂，你有初一十五班啊，你有谈判班啊，你有开会啊，有中医师、医师班，很多。那你可以跟他讲清楚，让他了解，不仅他的观念也会建立，也会建立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龙兄长兵来跟我分享，他在工作之余，还有在甜蜜的负担之下，如何身怀并进？什么是甜蜜的负担？走入家庭有了小孩之后，就有甜蜜的负担，对不对？他有4个孩子，我看看吗？在这些细节啊，秀的，真的有嘞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而且少年郎先细爷工作忙碌又能这么细心办到，我们来听他怎么说，好不好？好，我们掌声鼓励。感谢天师德，感谢白水圣地不修行菩萨的圣德，感谢讲师各讲师的厚爱成全，那也感谢张大金讲师跟这个张瑞讲师推荐后学，那也感谢张讲师呢愿意给后学10分钟的时间。那后学觉得说生4个小孩真的很棒，各位可以一起来。那后学的太太从26岁生到34岁，整整10年都在生孩子。后学是刚好上礼拜有同修家里有点问题，那就去找那个灵修的就是那个好像叫刘姐然后后学太太还特地问一下旁边还有没有，那就是说没有了，4个终于生完了。那这个各位姐姐有看我们的手册吗？里面就有一个摩尔门教的资料，那是后学跟摩尔门教所做的接触，有看的举手。好，手放下，因为呢，这个后学跟张讲师讲说，只有原本是说20分钟，后来张师说东西比较多，时间比较短，所以只给后学10分钟。那后学跟张师讲说，这10分钟呢，要像101烟火一样的灿烂的所以时间不多。那各位如果没有看，那就下课再看，因为里面我觉得说是这个摩门教他们的精髓。那摩门教他们传道才不到快200年的时间，成为美国第4大宗教，因为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们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传道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必须通过教育，像我们看这个 PPT 上面，右边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个穿着白色衣服骑脚车，你好，我是翁长老，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有没有？对吧？然后这个后学的店面就常常有那个摩门教，都很欢迎他们来。那个很多人常常来每3个月会轮吃，他们要一直轮。那这个过程知道说，有一次后学太太怀第4个的时候，她说：“你可以当我们的信徒咯。”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们摩门教的至少要生4个。”哇塞，真的假的？那你们怎么？我想起来说，对，那时候来过的5个人1年多以前来了5个了，今年来5个。每一个第一次见面都是那些拿香，他们口袋里会放他们的全家的香费，拿出来，哇！我印象对，至少都6个，有6个、有7个、8个，没有低于6个的。他说我4个算是最低标准，说哇，那你们怎么养？怎么办法养大？他说很简单啊，他们摩门教爸爸工作，妈妈是不工作的，这样也能养大。那他们怎么养大？爸爸去工作之后，妈妈就带着孩子去到教会。然后有这些妈妈来做组织，煮菜也好，教才艺也好，做家教也好，学很多才艺，写圣歌读圣经。这个课程教会会协助他们。要开启做秀是不是学了很多东西？真的，我遇到他们都很有才艺会弹音乐，会弹吉他，会作诗，会唱圣歌，然后能力真的是很好跟我们现在的孩子真的不一样。那他们真的很严守戒律，他们不能够喝咖啡，不能够喝茶，不能够进游乐场所咖啡，那种什么麦当劳什么都不行，连进凉亭坐着都不行。他们骑小车早上出去到晚上不能停，所以你只会看到他们在路边停下来在讨论，他们比看不到他们坐下来。有没有宗教去跟你拜访，还有喝过你的咖啡的？不可能他们真的很严守教育。可是最重要是他们年纪是21到23岁，大1到大2、大1到大3的年纪我们的孩子可以吗？
看这个人很优秀哎，他这样子经过2年，会经过几次的挫折，经过几次人家的拒绝，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有没有？哎，这个年轻人受得起哎，他们的教育真的很好，那或许就去深入跟他们做研究啊，或许的孩子就是要照他们的方式来。那我们给孩子奖励用钱好不好？不好啊，然后学都用钱跟孩子做奖励的，但是或许觉得非常好，怎么说呢？或许哈，就跟我的孩子做了很多的安排。那我做了很多安排之后，我的儿子说：“爸爸，我一定要这样做吗？”我说：“哈，你大概会活80岁到100岁，假设你活80岁。”我爸爸只期待我给你，我生你养你育你嘛，对不对？我只期待你在25岁以前听爸爸的指挥，听爸爸的安排。25岁、26岁以后你就自由了，这样子合理吗？那合理吧？哎呀，我生他养他这么辛苦，到25岁前给爸爸做决定可以吧？而且爸爸比较知道外面的社会，比较知道你学什么会比较好，这样合理吗？对不对？否则他们都有在这样滑来滑去，对不对？好，那我儿子也都觉得可以。那我这样跟我儿子安排，我的儿子呢，老大国小升级，然后我们这看那个就先是10岁、7岁、4岁、1岁，哎，我们是很有这个很优秀，所以我们有优生学的观念，每3年生一个，哈。然后呢，我跟我老大讲说，他现在国小4年级开始，我们全家是住在佛堂里面，住在那个正者，就是中共佛师团里面，那你就跟大哥哥一起煮菜，从国小4年级开始学煮菜。到了国中，换他教老二煮菜。那到了高中，他们一定得搬出去读远一点的高中职，并且在里面住进博士团，或者是自己开创一个博士团。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学会照顾人了嘛，他一直都要照顾人了，那他就可以当团长去照顾人家。然后他们现在的都会去赚钱，怎么赚钱？我都跟他讲，你如果今天一整天没有让爸爸妈妈生气，那隔天早上完全自动自发的起床，把衣服都穿好，什么都穿好，那这爸爸再带你去学校，这样一整天都没问题，你们一人有5块钱。如果说早上你还起得来，因为现在冬天，我们夏天都有在早上读经，你冬天你还起得来，还可以读经10分钟，我就变成一整给你10块钱，他们很开心哦。然后他们还要做资源回收，资源回收钱都是给他们的，他们会收集发票，他们努力赚钱，为什么要努力赚钱？他们3兄弟都讲好了，他们所赚到的钱全部都是给哥哥存起来。那哥哥现在已经存了好几百块了哈，因为他们赚钱不容易，一个月没有多少钱给他们赚。那他们最近中了200块发票，哇，他们好像看完111，我也好高兴，他们中了1张发票。我就说钱全部存起来，我们的哥哥到大学1年级考上大学之后就办休学出国2年，因为我老大的个性吃苦耐劳，我说哥哥你就去尼泊尔，去我们的光明学校里面当中文老师，在那边呢2年，然后你在2年之后回来，你的英文就很好。你回来之后呢，你做很多志工，做志工那个能力就会提升，对不对？口才啦，一方面各方面，而且那个视野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的老二到了大学1年级之后，所以这3个孩子男生赚的钱都是要给哥哥的，让他做出国基金。这真的、哦，他们都知道、哦，他们都完全都没问题。所以我们那个老二、老三一有钱，说啊哥哥给你，哥哥给你，然后说哥哥我们现在多少钱了？然后哥哥就开始算这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要赚钱。然后他们考试哦，我们的孩子考试遇到学校考试是，老师说我们明天要考试哦，但是还是说耶。我的孩子是夜哦，为什么哈？考60分，6开头的摸奖4次，7开头摸奖5次，啊，100分可以摸奖7次，这样类推这样哈，100分可以多一点。里面有1块钱的1块钱的那个什么乒乓球，2块钱的乒乓球跟3块钱的乒乓球，那赚到钱我马上结算，每一张考卷都可以抽1次。他们好喜欢考试然后老师说明天要考试了，然后他就说爸爸告诉一件好事情了，明天要考试了。他就很开心哦，所以我儿子自从这个方案实施下去，我儿子每天考卷都90几分，真的，谢谢大家。然后呢，他们现在努力赚钱，然后我们老二呢，他的个性比较强，而且比较比较有跟我比较像他干跳对吧？然后我就说你适合去泰国，就带你去看，你去学泰文。我儿子说泰文是什么？我说泰文就然后我老大就说我现在就会了，然后我儿子就去泰国，然后我们就说老三是左右逢源，你要找到机会修理他都很难。我们老三那我们学妹有了解我们老三就知道，说老三以后弟弟老三就去韩国，
因为韩国比较先进哦，需要这种能力，他们都跟他们安排好了嘛，就各自学什么语言，回来之后呢，爸爸只要带着你们就可以游览世界各地，多好，对不对啊？所以也是这样讲，所以他们的赚钱，等到老大回来之后，他变成读大一的时候，他可以在外面去教英文家教，赚的钱换供应老二存1年，让老二去泰国。那这两个呢，回来之后，老二也回来之后2年回来之后呢，他们在一起赚钱，因为韩国比较贵，对不对？2个一起赚，然后让老三去韩国。那老4女儿呢，我还没想到啊，女儿我没有想到，上次讲说有欠3财，我说你有这个机会。或者就是说哈，我们全家就是用来办道的工具哈，不是自己要用来享受的工具。所以，如果这个女孩子哈有这个机会跟我再来讲，尤其是搬3才也好。好，那这是他山之石我们教的教育，那这个是不是很有勇气？我觉得这很好，我都讲我们驻火师团的人都说哈，我好羡慕他们3个哦，我父母亲怎么都没有这样，所以我来告哦。好，那为了现在做准备，第一步我跟各位分享或许几个方法。第一步要打击魔鬼，以上是后学所认同的3位魔鬼了哈，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哈。第一个魔鬼右边这个哈叫什么名字？啊不是啊，左边第一位，左边第一位叫贾博士，对不对？贾博士是后学觉得第一波考哈，那为什么哈？因为他告诉大家你我也要考，那有了他，大家觉得说他优不优秀？厉害，厉害。好，以后回头看你的孩子，你就知道他优不优秀，厉害。他让你的家庭破碎，很厉害。西方文化就是让西方文化的成就是个人成就不管别人死活，但我们东方不一样，东方的成就必须要照顾到别人，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位这个大家认的是马克Mark 长，有他以后我们喜欢比大拇指有吧？看有无？这我想说这个地方是笑点，竟然没有人笑，再次好。这是马克 FB 的方面者啦，Facebook 的方面者哈，有人在之后就会需要比赞，算了，还是没人笑。再3个郭台铭哈，因为他后来并购了，就是买小还有在做电视，而且那是前面的一些代工。那其实我就告诉我这班家长，我就说，我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成为欲望的奴隶。你看现在的孩子哈，都在买3C，我们让我们孩子去打工好不好？我们这个时代打工钱大概就是用来缴父母亲，或者是用来缴学杂费，是不是？我没有要买什么，但现在的孩子你在那打工，他赚的钱会给你吗？不会给你，他去买3C产品，笔电、平板这些智慧型手机，对不对？那学杂费你是得给他，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孩子跟同学都是这些都3C产品，所以他只会沉沦，很容易残酷，所以尽量建议孩子不要打工，来做博士团比较好，不是还有空位台中高考的。好，再来哈，这个团队你们知道吗？现在台湾不只是台湾，几乎是每个国家都一样哈，有一半的大学生每天晚上3到5个小时在玩他们发明的游戏，LOL 就是英雄联盟。台湾有一半的大学生在玩他们的游戏，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再3分钟就好了。我没有声。至少最基本的知觉吧，对不对？不然我们生的孩子害他有什么用啊？所以后学的孩子绝对不会让他变成这样子。再来第2步打下吃素
及听话的基础。好，这个是我们真的非常有效。我们去那个城隍爷庙嘛，那个《地狱游记》有没有看到这本？里面都漫画啊。那我们现在候选的孩子都喜欢看，他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看。他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哪边给你听话，结果这样啊？这个就是不听妈妈的话，所以舌头被拉出来。这个就是吃肉，所以才会这样子。我要这个整本讲哦，告诉你，他真的是这个很优秀的道亲哦。他有一次在去天元佛院，就是我们的佛堂去天元佛院嘛，我们那个老二那时候才4岁，然后中午要吃饭，他第一次去他们在那边吃素，他就不吃。我刚好吃完饭去那个桌看他，我大家都吃饭了，他都不吃哦，他就不动。然后老师，我赶快吃饭啊，我是吃素的。还跟他老师，我是吃素的。老师说，老师没有听清楚，你赶快吃啊。我是吃素的，我4岁而已哦。我们老大在旁边听到说这是素的啦，哦，赶快吃啊那个，肚子饿死了。但是4岁就坚持了哦。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教他，因为他去到外面吃东西去外面吃，有时那个好像是雨盛，他要去外面吃东西，然后刚好他们吃的是冰淇淋，别人买的是那种什么炸鸡的，他说，你说哥哥他们会下地狱对不对？啊，这个就要教，不然会得罪人啊。这真的很好用，请各位一定可以试试看。到城隍爷庙里面都有这一本《地狱游记》，真的很棒。那这个不是恐吓他，是给他建立一个因果的观念，从小建立起来，到现在都没问题，他们不可能去吃肉。第3件事情，做家事，守孝悌自己信，这一章应该不陌生，这是我们这个在读经班做的表现要记表。孝顺哦，端孝顺茶，爸爸请用茶，爸爸请用茶，一天辛苦了，祝你青春年轻，祝你身体健康，然后希望款，然后全身按摩。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全身按摩的干，这个。这就是我家的3个宝贝了哈，你看我多舒服哈，每天都有的按摩，真的很舒服哈。然后再来读经哈，或者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冬天没有，因为比较冷。那现在是我们早上都还有读经10分钟，那我们就是有教中文、教英文给自己的孩子读。但是或许觉得说读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一件事情叫做解经。因为王阳明先生这位这么优秀的人，在12岁，他问他的老师说：“天下第一本事是什么事情？”那老师竟然说：“读书。”登天考公名，就是为了要赚钱，对不对？但是王阳明更竟然在12岁跟他老师讲说，读书是为了学圣贤。那我们的孩子读经读到12岁会这样回答吗？应该都还没有想法吧？为什么？因为王阳明的阿公一直在跟他解经，这是关键。如果我们都没有跟他解经，他读了还是没有用。我们讲说让他一辈子去解经呢，太慢了。你这12岁就知道读经是为了学圣贤。我们的孩子读经是为了要生存，因为你不读经会被妈妈打。妈妈修理哈，那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孩子都在做解经，第一部经叫《弟子规》，哦，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老大、老二，我们都跟他讲《弟子规》的意思，一步一步讲，这对生活的调整是很好的。再来第2步，创造偶像给孩子学，像这里啊有大业科技、大业红光天使社的社长啊，有大业的红光的北科大的，里面有很多的社长，有很多是我们优秀的。志工领导者，大专的、高中的，那这些就是我孩子在学习的偶像，因为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各位，我想讲最后一个，让各位羡慕一下啊！我的孩子到现在老大已经11岁了，10岁、11岁了哈，从来没有跟我顶撞过一句话。这个很多就跟这个像那雨盛啊、美万他们有他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作证。他从来没有跟我顶撞，什么叫顶撞？爸爸我不要，从这样都没有。从来没有过顶撞或者是情绪化对我们讲中话都没有，为什么？或许去想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他们学习，这些干部从来没有这样跟我们讲过话，他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自然对我们就这样子有礼貌，所以我们努力去办到回馈给我们的孩子，却是最幸福的。所以我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真是很富有，富有到只剩下没有钱而已，真的，我小去上开来开会来啊。为什么？因为或许年轻不懂事，创业3次赚到好几百万，富的，好，所以现在都是穷到要命的哈。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都没有钱，连我们孩子买一些都没有。那在跟他讲说要让孩子出国，平常就讲，教育是跟我们孩子讲，有股碳，像上礼拜有股碳，我就拿回家，我就剩下我就偷偷拿回家给孩子吃股碳，说孩子你赶快吃，你出国就没得吃啊？为什么出国没得吃？我就说，我才讲因为他说啊，爸爸我知道，因为我都有放影片给看你我到底讲，你让他知道以后要出国去的是什么环境。爸爸说那边很穷，对不对？说对，那边怎么吃一道菜没有骨汤？哦，爸爸，那我赶快认真吃。所以我一直跟我孩子建议，让他知道他以后要出国，赚钱是让他出国，然后他在环境当中表现给读经班的家长看，然后跟这些偶像做学习。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最后一点讲完哈，我在带读经班的时候哈，或许那时候老大国小2年级，跟他讲说，因为读经班的家长很烦恼，就是进入了1年级之后回来会骂脏话，会学到不好的习惯，对不对？我就问我儿子说，怎么你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儿子讲说，那个脏话那么难听，我为什么要学？哦，我就觉得很幸运，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抵抗能力。那我现在老大读4年级，老二读1年级了，读1年级了，我就一样问他这样的问题。我老大回答我更绝，他说：儿子你怎么都不会骂脏话？同学都没有人骂脏话吗？我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都没有学？我儿子说学那个很难呢，那个很难学的，那我儿子学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说把家庭大化真的很幸福，少了很多很多的烦恼，也省了很多的钱。我觉得都没有让孩子上任何的补习班、才艺班。好，以上分享，那祝福各位孩子都能够这个大化，然后成为下一代的人才。谢谢大家。哇，好厉害！哇，好，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非常不简单。4个孩子又能办读经班，又能开志工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那是英雄出少年，那可以说是4个孩子就能这样子，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有了家庭之后，就会被家庭所困嘛，对不对？那就会怎么样？成为是一种借口，对不对？我爸爸点之后，现在那个细汉对吧？我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不因忙而成为借口但是我们想一想看，是理由也是障碍，对不对？如果我们是有使命来的，那真的是一种障碍。所以说1比0好，2比1进步。所以说可以少，但是不能没有。所以是或者对自己的期许，3思都是一样。我们学生没有钱没有关系，你1个月借50块可不可以？100块可不可以？这个都可以所以说或者觉得说可以少，但是不能没有，不能没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自己一个期许。那开圣火堂让祖先来沾光，配享圣庙。而且我们的早安礼是有自己祖先的歌手吗？有没有？列在早安礼里面。而且你如果没有圣火堂，你每天都睡到8点9点起床，祖先也没有拜也不一定。就真的是要让祖先沾光，那也是我们白羊修行的白羊修士的修行功课。那师母跟我讲说道之珍贵就是牺牲奉献，牺牲奉献。那我们前任长跟我们讲说一天办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浪费生命。2件事情叫做正常，3件事情叫做加班。劳基法规定嘛，晚上加班2个小时是乘以1.33，对不对？对吧？超过2个小时乘以1.66，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学姐，你来佛堂一定要超过2个小时才可以担任你是下完课之后，晚上下完课之后，你要帮忙擦椅子、打扫，探这1.33对不对1.66，你佛堂来探这个1.33正常而已所以说人亏天补。各位学姐，谁是仙佛帮助到的对象？你都把